拜拜。拜。 Hello。呢套衫好有啲馬來亞 feel， 高級嘅馬來亞 feel。OK 啊，OK， 你都 OK， 我點啊 OK 啊，梗係全力好，影張相先，呢邊先啊，好，1、2、3，再嚟，OK，唔該。好，你哋影啦。喂。大家好，俾我睇下，幾乎接近4萬人嘅聲線路表啊！可唔可以一齊㗎？1、2、3、4、5，你做咩？1、2、3、4。好。多謝你哋，咁我顧名思義，由演唱會變咗做答謝會。雖然有一刻可能會令到你哋失望，但係我應承大家，呢一個答謝會絕對唔會 hea 做。睇完包，我哋開開心心、心滿意足，覺得呢張飛簡直賺咗咁賺咗。我知道其實好多朋友都因為呢個答謝會，都真係經歷好多訂飛機啊、飛機票啊、酒店啊，都花咗好多嘅心力。咁我好多謝真係每位今晚明知係答謝會唔係演唱會，都嚟留低你哋。公司衷心多謝大家，我哋一定會用我哋最好嘅演出，最有限嘅資源嘅製作裏面，做一個令大家滿意同埋開心嘅一個答謝會。其實舞台再大，都大唔過今晚入場觀眾你哋嘅愛同埋嘅包容咁大。多謝你哋。第一次企喺呢個啟德舞台，我自己都覺得好。咦，日本嘅 fans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上面嘅觀眾啊，哇，呢啲，哇，好啦，我哋快啲唱歌，因為今晚唔係正式演唱會，唔會有兩個嘅小時。咁所以我哋就每一秒。本來第一晚佢會嚟睇 show， 當我知道佢嚟睇 show 嘅時候，我就忽發奇想，如果你走埋嚟幫我做嘉賓，
咁會唔會仲開心啲啊？嗰個做咩同人睇我？咁佢一唔久定就好，咁就知道我哋發生咗延期嘅事件。我話華仔，而家我哋唔同演唱會，演唱會變咗林鄭會，你會唔會嚟啊？華仔做啊！我嘅朋友，到我嚟咗啦！朋友，你減肥成點啊？我會肥翻㗎。哇！真係好啊，好多謝你。我哋飛下，我都係第一次，大家都係第一次，大家都係處理我呢個。哎呀，你睇，哇！聽唔到，聽到啦嘛？聽唔到。多謝華仔，真係義不容辭，兩肋兩胳肋底插刀啊，簡直唔止兩肋插刀。多謝華仔，咁今晚咧我就諗咗個特別嘅環節，不如咧你嚟到梗係越近觀眾越好啦，係咪啊？係咪要錫嗰啲位啊？唔係，你跟我嚟，嗱，俾你感受下一啲好原始、最原始、最真摯嘅一啲設置，我就麻煩啲真神要人力黃包車呢個真係。大家會睇到歌詞啊！心嘅所願，